迄马街说地无？浪漫老先师差几多？愛情酸甜，唔試過冇？幻想時光見本日咧，今日來談個戀愛。我覺得浪漫只是為了滿足男女雙方的理想而去做的一個不切實際的行為。韓劇或者是台灣偶像劇，很揪心的畫面，就是怎麼會那麼浪漫？那好像不是愛情，我覺得那是某方面的仰慕，因為他可能不了解女生。就是萬一我喜歡他，然後我在他面前放個屁，這樣子很尷尬。以上來賓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啊。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楊義奎，分享時光禮拜一社會時間鋪。禮拜是有時間鋪，談戀愛，講到戀愛，你其實會取到該動浪漫的事情。請問現場的小歐，浪漫是什麼？我覺得浪漫就是為對方做了，那對方也會為你做，就讓雙方開心。我覺得浪漫就是可以為兩個人的感情加分。哦，浪漫會為感情加分，更多粉紅泡泡，很多的泡泡呀。我覺得浪漫只是為了滿足男女雙方的理想而去做的一個不切實際的行為而已。其他嘅時候，兩百塊要嘅時候亂機，如果有乜嘅想法，看來看，下部你就俾試下。講到談戀愛，唔希望同對象強下做乜嘅事情喏，強下讀書，還是強下寫功課，也是強下不讀樂。今晡日，俺來到南湖國小，愛訪問6年生嘅小學嘅，談看下咧，記得係樣嘅來看浪漫一件事情嘅喏。這個是我，然後呢，旁邊那一位是我未來心儀的對象。我覺得浪漫就是跟自己喜歡的人一起出去玩，出去露營。這是我，然後這是我的另一半，然後我們現在在吃牛排配紅酒。我覺得浪漫就是我們一起吃晚餐。這是我和我的未來的女朋友，我們一起去看風景。這是夕陽和海，浪漫就是一起去看風景。哦，聽起來細來吃到嘅浪漫都當簡單又實際，佢安尼細妹嘅吃到嘅浪漫又係樣嘅喏。這是我男朋友，就是我們會在聖誕節的時候互送禮物。我覺得浪漫是一種可以回饋對方心意的感情。受傷的時候能夠主動的關懷我和幫助我，我的心就會像這個被丘比特箭射中一樣，我就會怦然心動。所以呢，對我來說，浪漫呢，就是在我需要幫助時，他會無條件的主動幫助我。這是我和我男朋友，我們一起穿着情侶裝要去看電影，然後這個電影是愛情電影。戀愛就是只要是兩個人在一起，就會很浪漫、很幸福。你們看着他們畫的浪漫，聽着他們講的浪漫，小歐們，你們怎麼看待？覺得年紀沒有差很多，小6，我覺得很天真，很天真。其實剛剛我看完，因為我自己還沒有就是一個對浪漫的定義，所以我剛剛算是有點在參考，在想。其實第一個感覺是覺得他們很可愛啦，就是這麼小，然後可以幻想到這麼浪漫的事情，我也曾經想過啦。嘿，你覺得最浪漫的是哪一個？夕陽求婚嘿。哇哦，那個其實就是只有在那個年紀能夠想到的，然後那個想象是會帶給自己快樂的，這樣。但我覺得這樣很美好啊。對啊，在那個階段能有這樣美好的想象，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們訪問的那些小歐裡面，小6生他們都沒有談戀愛的經驗。那你覺得他們的浪漫是來自哪裡呢？或者是你們的浪漫，你們的想象來自哪裡呢？我們來看，你也挑叉，3次元真人戲劇，柚子跟大家講，簡單來講就是現實。就是真正現實有真人演的。來，第2個選項，2次元的動漫，不管是平面的漫畫書，還是這個 video，以及光從文字的想象，對你們而言的差異是什麼？就是
3次元是让你看到比较像现实生活，就是真人去演给你看他们可能他们的爱情经验是。然后2次元动漫就是完全是虚构，完全是想象，然后常常也有不可能发生的巧合或事情。是。那因为2次元动漫它有图像，纯文字小说跟它最大的差别是没有图像，它可以让你自己去想象。拿起手机，请作答。结果是11位小欧，2位来自2次元的动漫，2位来自纯文字的小说，其他的来自3次元真人戏剧。茉莉，为什么你会来自2次元的动漫？其实就你解释的，3次元真人的戏剧它可以更加的具体，更接近现实。但你又说纯文字你可以想象的空间更大，你却是选择中的2次元动漫。因为是想象啊，那我不喜欢太现实，它动漫它都会画的很帅很漂亮，那我也喜欢看这种东西。OK， 一样，浪漫眼神的柚子。听你讲，其实你一点都不浪漫，但你却选了2次元的动漫，为什么？这3个里面，我比较接触比较多的就是动漫了。那我还能选，我就选这个啊。稍微。比方说什么样的内容？就是女主可能得绝症要死了，然后死前跟男主就是去郊游最后一次，然后在摩天轮上讲出你还会遇到更好的人这样子的概念。你是柚子吗？我是啊。哇，你讲的很浪漫呢。来，动漫的话，我是觉得说它会局限我对一个角色的想象，因为他就是长那个样子。如果是纯文字小说的话，你会透过他的描写的那些文字，然后自己去想象，然后所以可能每个人想出来的不太一样。是，我觉得就是差异就在那个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就会有你自己的那个喜好在里面，所以永远都会觉得说文字里面那些绝对就是长最帅那个。就是国一的时候 ，OK， 平常很无聊，然后就是有同学去买爱情小说，然后我就跟他借，因为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女同学。一开始看我觉得还蛮无聊的，但是我翻到中间之后，我就一直很想看下去，因为真的太狗血了。你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那样的小说，它带给你什么？杀时间吧，然后再增加一点想象力。所以有增加你对爱情的想象力吗？有。我每次在看真人戏剧的时候，尤其是那种韩剧或者是台湾偶像剧，真的，我每次看到那个的时候，就是会痒痒的，心会痒痒，怎么说？就觉得很揪心的画面，就是怎么会那么浪漫，就是起鸡皮疙瘩。对，全身起鸡皮疙瘩，真的太浪漫了，就是完全跟现实是天差地别的东西。所以你是看剧会哭的那一种吗？会跟着情绪的起伏。我觉得3种都差不多，因为大部分都是假的，那种奇怪的场合、奇怪的巧合，那不会出现，想太多了。那所以在你眼中就是稍微假、更假、最假。对，文字可以写得很，Oh my God，OK， 天马行空。对。其实问这个之后是要铺成接下来这个问题：浪漫爱情故事里面最吸引你的是什么？男主角、女主角，谁来燃刀，谁没酱。第二，剧情太惊人了，让我的心情跟着起。以上，其实我就是看了这样的内容，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互动。11位小欧，请作答。跟我想的有一点点意外啊！想不到臭妹是从看电视当中学到怎么跟另一半互动。我好独特哦！好，就是双方从情窦初开，然后慢慢走为情侣之后，可能中间有分手，然后最后走向红毯的过程，那个互相互补，然后互相学习、互相体谅、互相去体贴，站在对方着想，那个过程才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臭妹讲到一个重点，他提醒我，其实看爱情故事不是只有看他们两个怎么认识、怎么谈恋爱，包括怎么分手，怎么样面对那个分手带来的痛苦。第二个剧情高潮起伏，应该我是觉得说我自己本身不太懂什么是浪漫，然后我就跟不上。对，后来想一想，就是如果两个很丑的在一起，好像就不会浪漫了。对。
以上来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啊！来，你要想一下，你有看过什么爱情剧是长得很奇特的人，就是很特色的人演的吗？很多啊，日本的日剧，我们跟年代的日剧，但是一定会有一个好看嘛，对不对？反正我肤浅，对我肤浅，我肤浅，但是不是？但你诚实，我很诚实，对。然后学习情感互动，就说是假的啦。你看偶像剧，常常那个男生帮忙带女生帮女生带卫生棉，你要是现实生活中遇到，你就觉得是变态吧？不会，有，就是这样。好，两位，谢谢。哎，我是那种看剧比现实还容易哭的那种人。所以就是我不管看什么都会哭，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Discovery 看到动物，我是说我会看的那种受伤了你也会哭。虽然角色男帅女美很重要，不然你总会想要看。但是如果说他长得很帅，长得很漂亮，但是没有剧情，他就是他剧情不好，那你只会觉得哦他长得好帅，也不会觉得这一个剧很好看。我是在剧情高潮迭起跟那个学习情感互动里面选，然后刚才听了聪美讲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又更往这边偏了一下，因为我会想要就是很想要去了解一个角色因为什么事情去改变他的心境去改变之类的，就是男女真的就是他们有在互动，真的就是普通的互动，然后他们可能做了什么事情让对方就是心动或是不喜欢，就是讨厌这些，所以你就要记下来，我日后不要犯一样的错误。公安都确实都紧，不论是那个温室的，也是你讲戏剧的，大部分来的女中都会假的。那真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得的访问到3对我们小欧的父母，来看看小欧父母的罗曼蒂克。有请的秀秀、姐姐同玛丽，各个们的自己的野爱。怎样才能知道跟这个人结婚，然后就会有幸福快乐的生活？记得又会用的功能。有时候什么事都不做，他坐你旁边，你也觉得蛮快乐的，这样也不需要讲什么话的。他要知道会替我想，很多事情会站在我的角度去想事情。相处这番，他真的是个还蛮善良的人。而且就很阳光，要怎么说呢？就是你坐在他旁边，你也不会觉得很无趣啊。然后，譬如说我们两个是刚好喜欢爬山，喜欢走户外运动啊，所以所谓的幸福快乐的是你们两个点在哪里？然后就是找到，然后再来是兴趣要相同。人跟人相处，所谓的幸福快乐，就是指互相包容对方的缺点。因为对方的缺点，当你一旦把它放大的时候，它会在你的眼睛就变得无底洞，越来越大，所以你就会对他产生厌恶感，所以就会经常吵架。所以你要包容对方的错误，这样子比较不容易有纷争。其实我觉得幸福快乐第一就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给予你的温度，彼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做共同的事情。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要很有钱才是一种幸福，有些人觉得平凡就是一种幸福。其实幸福的定义在于你自己怎么去认定。感觉对了最重要。但是什么是感觉对？我不懂你们大人说的感觉对了代表什么？当你看到这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眼神跟他的眼神如果有交集的时候，那你自己就会知道这个是不是对的人。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很自然的，然后不会被约束的，好像没有他就会觉得很寂寞这个感觉。这样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想要跟他过一辈子。其实我觉得刚认识杨先生的时候啊，我是觉得他的笑容很吸引我，然后跟他在一起是没有压力的，
是觉得是快乐的。那当这个感觉一直存续下去的时候，应该就是幸福了。唐体也会讲嘅幸福，小学嘅每位分享，面对自家中意嘅人，又係乜嘅感覺呢？刚跟大家一起看了3对小欧父母，他们在结了婚之后，对着小欧，在小欧的面前侃侃而谈，究竟爱情带给他们的感觉，恋爱带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但是毕竟他们是相处这么久的夫妻，所以那个阶段的浪漫，我相信跟你们现在爱情刚萌芽的浪漫又不一样。那我据此我想要请教一下，究竟跟你喜欢的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有一些家长提到非常的自在，完全没有拘束，或者是遇到喜欢的人其实是会让你好像血压升高，甚至开始感觉到紧张。现场小欧，拿起你的手机，请作答。哎呦，还蛮平均的11位小欧。你喜欢他，所以说你一定是。你们不要笑我，好，停够了。你们就是你喜欢他，那不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会很放松吗？你要是你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压力很大、很紧张，那你不是没有办法做是真正的自己吗？那我们就来听听在你隔壁的臭妹为什么是很紧张的，为什么是压力很大的？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会想要把我觉得自己最好的那一面给他看啊。就是不要让他觉得不要丢脸啦，应该这样讲。就万一我喜欢他，然后我在他面前放个屁，这样子很尴尬，这样真的很尴尬。就是真的有，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然后就是有一天换座位，真的就换到他后面，然后我就整堂课都在冒冷汗，整堂课我真的不行，我真的觉得不行，然后我就是国中的时候吗？对。就这样，我整堂课在忙，我不能接受这样。所以其实那不叫做跟他相处，哎，你只是他甚至不知道你在他后面，你只是在他后面，你们没有在相处。因为他说我你只是地理上靠近他而已，你就紧张了。你那算紧张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对，你说我们来断定。你外表看起来是很自在，但是你会知道你手在流手汗那种。哦。你告诉自己，你的心理状态要放松，但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在出现一些紧张的时候才会有的症状了。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像一种病。没有啊，那就是身体反映出紧张，没有什么病啊。我们听一个男生的想法好不好？自在篇的，哎，马克。因为我觉得我是中立，你中立，我桃园呢。好啦，有时候会顾及自己的形象，那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我在他面前很放松。我遇到喜欢的人，我会比较偏自由，没有拘束。然后我已经不怕丢脸了，因为我已经没有脸了，就是什么你怎么会没有脸？糗事都做过了，会想要表现出真正的自己。可能上半场各位小伙对浪漫愛情的想象，還有記得對這個校園到底我就乜嘅感受？你先了解下下半場，還有很多精彩嘅討論。我们从一开始谈到现在，不管是看父母的爱情故事，还是讲那些虚构的在电视电影里面的，离我们都有一点点的远。那接着，我们把故事的主角就拉在你我的周遭，我们来看一个活生生但没有血淋淋的小欧爱情故事。伊是我上班同學，上到當然，功課當好，身體亦好，體育未當好，大家都中意佢。老我也嘅親自家本分，點點又平凡嘅人，係兩隻完全冇教養嘅世界。佢都唔搭白空嘅什麼嘢，撒隻送來請我打嘴鼓。該時節，白空遇到嘅什麼嘢，會用惡卡卡嘅陌生看愛。
有一摆我去图书馆，请我去家上爱看嘅书，结果佢挖圈过来。唔知看乜嘅喏？我都看下嘅，我見老佢講書讀嘅內容，佢就點點同我講。畢業了後，我就冇聯絡咧。同同學講，長啲原來佢中意我。下後我就聯絡到咧。一禮拜起碼有3日嘅時間，為強下打嘴鼓。係講，佢倆下同我講，佢中意我。我可能冇接受，不過我哋嘅功課都清無限，應該係冇乜嘅時間見面。也係啲我國小而畢業嘅樣時發生嘅事情。佢係一個當有氣質嘅細妹，喺班上當點親，功課一好，我就直接搬到強組。有一日，佢好點點嘅做同情埋講話，過後見班下課都會請我打嘴鼓，向下讀書，向下識當主。我老佢當吊搭，中意嘅東西未強樣。有相同嘅興趣，總係有講都講唔停嘅話題。我知道老佢強下真快樂。畢業嘅日，我哋都應該要相互祝福。不過，我中意佢有幾件事還係講唔出在。下後我長大，原來啲嘅樣事，佢就中意我咧。雖然有較慢。不過，我還是知道一歡喜。首先，我們先掌聲。為什麼要掌聲呢？謝謝巧克力跟柚子願意跟我們分享他們的愛情故事。大家剛才在看到那個信念到一半的時候，突然冒出柚子的頭，大家哇，歡聲雷動。這是柚子的故事。所以，其實大家對這件事情，其實也有某種程度的意外跟某種程度的驚喜。你們的年紀差不多，如果你是巧克力，或者是你是柚子的話，當時的你會怎麼做？或者是你看了他們的愛情故事，有沒有帶給你些許的想法？如果你是巧克力，又帥，體育又好，然後都不喜歡別的女生，對別的女生都很兇，就只對你好。就是可能跟他特別好。真的就把他當做朋友，然後就讓別的女生去嫉妒的要死，就不管別人，在背後瞪你也沒關係。就是跟他把關係打好之後，可能還會有機會，還會有進一步的機會。如果他跟我告白的話，然後我就會跟他說，我們可能要高中之後或者是什麼大學才可以哦，才可以開始脫單哦，然後我們就做很好的朋友，直到他再跟我告白一次為止。巧克力呢？這個 ending 是沒有 ending 的，沒有結局的。對啊，那個時候也才小學，我就覺得說好像那好像不是愛情，我覺得那是某方面的仰慕，因為他可能不了解女生，然後他要在女生間這麼受歡迎，他可能就要裝出一種對，因為我不了解你們，所以我沒有要跟你們在一起哦這種感覺。然後他可能想要借由我吧，去貼近女孩子心裡到底在想什麼，所以我覺得這好像也不能算是愛情。反正他現在應該也稍微了解一點，因為他也上國中，我也上國中了。如果我是柚子的話，應該就是後來回去找他，但是就不會說，因為你以前喜歡我，我也喜歡你，就要男女朋友啊。因為我覺得都過了一段時間，感情一定都已經淡掉了。最後呢，我們把麥克風交給痴情男柚子。就是結局是什麼？我現在國一嘛，就是畢業之後國一，他現在就是實小課業壓力重，然後國一心智也還沒有那麼成熟，然後我客氣了，然後我長得又不怎麼樣，我覺得他應該會遇到比較好的人，然後再加上那時候一個暑假感情一定就跟這些講的一樣，一定淡了。有啦，他之後有跟我
试过我一次啊，可是我就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很尴尬，你知道吗？所以就有点敷衍，这样敷衍过去，就是对吧？就是反正后面没有结果啊。来，我们再一次给柚子掌声。最后，不论是从一开始对爱情的想象，或者是两位想要分享他们在很爱情刚懵懂的时候，那时候的心情，就是有一个共同点，爱是美好的，而且这很有可能是你们人生当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去经历最美好的事情。透过爱我分享到機會，本大家啲，不論你係幾多歲，提供正經就正經，愛情來也時間，至少你唔係不知所措，無感無失。以上是這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下個禮拜六下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是天空》，拜拜。記得要善待愛情哦。